捉迷藏係無數人童年最尋常嘅遊戲。細個嗰陣，邊個未試過匿埋喺衣櫃入面、窗簾後面、床下底，屏住呼吸等朋友嚟揾？嗰種心臟卜卜跳嘅緊張，同被揾到嗰陣嘅尖叫大笑，係幾多人心入面最溫暖嘅回憶。可對我嚟講，呢場遊戲埋藏咗20年嘅罪孽，更加係日日夜夜縈繞我嘅噩夢。今日我要講嘅呢件事，係我親身經歷嘅怪事。你哋聽完之後，千祈唔好再隨便匿埋玩捉迷藏，因為你永遠唔會知道匿埋嘅嗰個到底仲係咪人。一切嘅導火線係我個仔嘅婚事。女方家境殷實，阿爸阿媽喺蘇州做絲嘢生意，家底豐厚得嚟又體面，兩家都好睇重呢門親事。為求婚禮順順利利，我同老婆特登託人揾嚟一位遠近馳名嘅命理先生，想請佢夾八字揀吉日。嗰位先生姓陳，人稱陳半仙，喺方圓100里之內好有名氣。聽講佢批嘅命從未失過手。我哋好隆重咁將佢請到屋企，好茶好煙招呼，恭恭敬敬咁遞上阿仔同女方嘅生辰八字。陳半仙接過紅紙，戴起老花鏡，先將八字睇咗一遍，捻住畫符點頭，話二人八字相合，係一段好姻緣。我哋兩公婆聽到呢度，心頭塊大石先至放低一半，笑住請佢再幫手揀個好日子。陳半仙於是擺開羅盤，鋪開黃紙，開始起卦推算。佢口中彈丁有詞，手指喺羅盤上面撥來撥去。原本面色都好正常，可越算越唔對路。佢塊面慢慢沉咗落嚟，眉頭越皺越緊，最後竟然啪一聲將羅盤反轉扣喺台面上面，抬起頭望住我哋，語氣前所未有咁凝重：你哋屋企係咪有個早夭嘅女仔？陳半仙嘅目光如電，直直盯住我同老婆。呢句話好似一把鈎仔，狠狠砸喺我心口上面。我同老婆當場全身發冷，對望一眼，兩個人都面青口唇白。陳半仙見到我哋嘅反應，已經唔使再問落去，繼續講落去。呢個女仔嘅魂魄滯留人間20年都唔得安息，怨氣好重。大喜之日講究同家圓滿，亡魂無處歸鄉，喜事必定會生大亂，絕對唔係吉兆。你哋一定要先處理好呢件事，否則婚禮當日必有橫禍。我同老婆當堂嚇到呆咗，心跳快過打鼓，手腳都凍到冇知覺20年啦。呢個秘密我哋埋藏咗足足20年，從來冇對任何人提起過。點解一個素未謀面嘅算命先生會知道？陳半仙見到我哋心神大亂，繼續叮嚀，話一定要先返去安頓好嗰個女仔嘅遺骸，等佢入土為安，否則萬事難成。唔單止婚事，連家宅都會不得安寧。兩公婆滿心惶恐，失魂落魄咁送走陳半仙之後，閂埋門外坐喺廳入面。成個下佢冇人講過一句說話。老婆最終忍唔住眼淚滴滴答答咁流落嚟，自言自語咁講：祖屋我哋都搬走咗20年啦，欣欣早就唔喺人世，點樣先可以令佢安息？我心煩氣躁咁揸住頭髮，心裏面又驚又亂。女方家底豐厚，呢門親事得嚟不易，為咗個仔嘅前程，我哋花咗好多心機先攀上呢頭親家。萬萬唔可以因為當年嘅舊事搞到一鑊泡。可問題係點樣先可以令欣欣安息？我哋連佢嘅骸骨都唔敢面對。20年前鄉下謀生艱難，田瘦地薄，一年到頭種出嚟嘅糧食淨係夠瞓口。我同老婆商量之後，決定入城打工搏一條生路。可屋企長輩都已經過身，冇人可以面露細路。欣欣嗰年得出歲，帶入城嘅話，我哋兩公婆都要做嘢。邊個睇住佢老婆？向來重男輕女，對欣欣從來冇咩好面色，成日嫌佢係個賠錢貨，食飯都要佢食最差嗰碗。嗰段日子，老婆每晚都同我講，不如索性將欣欣留低，對外話佢走失咗，當從來冇生過佢。我初時聽到覺得心寒，
話晒都係親生骨肉，點可以咁狠心？可老婆態度越嚟越強硬，仲話好多女嬰一出世就俾人掉喺路邊。我哋萌到7歲已經仁至義盡，再帶住佢入城只會拖累全家。我性格懦弱，從來唔敢同老婆頂嘴。幾番掙扎之後，最終都係順住佢嘅意思，定下咗嗰個陰毒嘅計策。搬屋執行李嗰日係一個炎熱嘅盛夏晚明，嘈到拆天，陽光毒辣辣咁曬落嚟。7歲嘅欣欣完全唔知即將發生咩事，仲係一臉天真爛漫，攬住佢最中意嘅布公仔同幾件玩具，着住老婆親手車嘅碎花連衣裙，喺屋入面跑嚟跑去，住要同我玩捉迷藏。老婆見狀，忽然換上一副溫柔嘅笑容，暈低腰同欣欣講：欣欣乖，媽媽同爸爸陪你玩捉迷藏好唔好？欣欣開心到跳起，拍住手叫好。老婆於是假意溫柔咁附和，話要玩最後一輪，跟住就要出發入城啦。趁住我同細路玩咗幾輪，老婆頻頻用眼神催我，示意我準備行李，一早裝晒上車，再拖落去就趕唔切入城嘅尾班車。時間冇多，到咗欣欣匿埋嘅時候，老婆牽起佢隻手，笑住氹佢。媽媽知道一個絕佳嘅匿埋地方包保，冇人揾到你，連爸爸都揾唔到。欣欣一聽，雙眼發光，蹦蹦跳跳咁跟住老婆行，跟喺兩個人身後，手裏面揸住一把預先準備好嘅沉重鐵鎖，手心全部係汗，心跳快到就嚟跳出喉。嚟屋後窗下面有一處荒廢咗幾十年嘅地窖，係祖先舊時用嚟儲糧嘅地方。入口由一塊厚重嘅水泥板封住，要成年男人先托得起地窖。深處立住一口厚實嘅生鐵櫃，櫃門沉重，要2、3個人合力先至捱得喐。單憑一個7歲細路，絕對冇可能自己推得開。老婆打開水泥板，牽住欣欣行落陰暗潮濕嘅地窖。欣欣有啲驚，揸實老婆隻手，問媽咪呢度咁黑嘅？老婆恐佢話：黑先至冇人揾到你啊！你匿埋喺呢個櫃入面，爸爸一定揾你唔到。等爸爸認輸，媽媽就嚟開門放你出嚟。欣欣聽到咁講，信以為真，乖乖咁捐入鐵櫃，仲自己拉埋櫃門，只留一條縫，露出半張小臉，笑住話：爸爸快啲數數，數到100先准嚟揾我老婆。最後一次伸手輕輕幫佢閂實櫃門。嗰一刻，我望到欣欣對眼仲係笑到彎彎嘅，完全唔知自己即將面對啲咩。我跟住老婆一齊將嗰把大鐵鎖扣喺櫃門嘅鎖臂上面，咔嚓一聲清脆又刺耳。欣欣喺櫃入面聽到鎖聲，仲天真咁問：媽咪，咩聲嚟㗎？老婆冇答佢，快手快腳咁拉我上去，合力冚翻地窖厚重嘅水泥蓋板。蓋板完全閂埋嘅一瞬間，地窖入面傳來欣欣細細嘅喊聲：媽咪爸爸，你哋去咗邊啊？放我出去啊！嗰把聲細細嘅透過水泥板傳上嚟，好似隔咗好遠好遠。我企喺上面，雙腳好似冷死咗咁，心口好似俾人用刀一下一下咁。老婆一手拉住我，惡狠狠咁話：行啦，再拖就趕唔切車。佢連頭都冇回過一次，我就咁被老婆拖住，一步一步離開咗嗰間祖屋。身後嗰把細路嘅喊聲越嚟越遠，越嚟越細，最後消失喺人鳴同熱浪入面。入城之後，我哋跑去差館報案，老婆當住差佬面前喊到呼天搶地，做足咗痛失愛女嘅可憐父母。差佬做完筆錄，又問咗我哋好多細節，老婆對答如流，眼淚話嚟就嚟，演技精湛到冇人懷疑。最後差佬登記咗欣欣嘅相片同資料，話會幫手留意。但呢種細路走失嘅案件成日都有，大部分都係揾唔返㗎喇。我哋就咁順利過關，從此喺城入面展開新生活。頭幾年，我夜晚成日發噩夢，夢見欣欣喺漆黑嘅地窖入面拍打鐵櫃，喊到聲都沙埋，叫爸爸放佢出去。我好多時會喺半夜驚醒，
一身冷汗，心口狂跳。可日子耐咗，呢啲夢就越嚟越少，最後幾乎冇再出現過老婆，從來唔提欣欣，好似呢個女從來冇存在過咁。我哋後來生咗個仔，將所有心機同錢都放喺佢身上，供佢讀書，幫佢揾好工，再幫佢攀上呢門好親事。20年嚟，我哋一次都冇返過去，嗰間祖屋連路過都要兜路行，兩個人心照不宣，當嗰段過去從來冇發生過。如今陳半仙一語戳破塵封嘅過往，老婆紅住對眼勸我：你連夜返鄉下祖屋，將細路嘅骸骨攞出嚟好好安葬，等佢安息，咪耽誤個仔成婚。我本來唔想返去，可老婆態度強硬，話如果唔處理婚禮出咗事，邊個負責？冇辦法之下，嗰晚我一個人揸車趕返荒廢多年嘅鄉下祖屋，車程大約2個幾鐘，沿途越行越偏僻，路燈越嚟越少，最後連柏油路都冇埋，得返爛泥路。月光慘白咁照落嚟，兩邊嘅樹影好似鬼影一樣隨風搖。曳到咗村口，成條村靜到冇聲，周圍嘅屋好多都已經塌晒雜草樹生。我行到祖屋前面嗰度，已經殘破不堪，圍牆冧咗大半屋，頂瓦片甩咗7、8成，大門嘅木都已經發霉爛晒，半個人咁高嘅野草鋪滿晒庭院，連路都睇唔到。我跟住強烈嘅不安，用鐵凳撥開雜草，一步一步行到屋後窗下面嗰個地窖入口。水泥蓋板上面長滿青苔，睇落已經好多年冇人屈過。我花咗好大氣力，用鐵橋先至將塊水泥板掀開，一打開，一股刺骨陰冷嘅氣息奪面而來，仲夾雜住一陣濃烈嘅霉爛氣味。嗰種凍唔係普通冬天嘅凍，而係由骨頭入面支出嚟嘅陰寒，凍到我不自覺打咗個冷震。我攞起手電筒照落去，地窖入面漆黑一片手，電筒嘅光只能照到好短嘅距離，再遠就被黑暗完全吞噬。我喺入口企咗好耐，雙腳好似跟住石頭咁重，心跳聲大到成個地窖都聽到回音最終。我咬一咬牙，一步一步行落嗰條窄窄嘅石級，石級上面鋪滿灰塵同泥沙，腳踩上去發出沙沙嘅聲響，喺寂靜嘅地窖入面顯得格外刺耳。落到一半，地窖深處突然傳嚟一陣沉悶嘅撞擊聲，咚咚咚，好似有人不停用手腳猛砸鐵皮櫃，嚇到我手上面嘅電筒差啲揸唔實飛甩。我即刻停低腳步，滑起耳仔聽，可等咗一陣，怪聲又消失無蹤，四周圍靜到只聽得見我自己嘅呼吸聲同心跳聲。我唯有自我安慰，不過係地窖入面嘅老鼠作怪，強壓住心底嘅恐懼。我一步一步行到地窖底，地底嘅環境同20年前差唔多冇變過，牆壁濕漉漉嘅，到處都係蜘蛛網。手電筒光掃過角落，嗰口落滿厚厚灰塵嘅鐵櫃靜靜咁企喺原位。當年嗰把大鐵鎖依舊死死扣喺櫃門上面，鎖頭已經生晒蟲，暗紅色嘅蟲跡好似乾咗嘅血一樣。我本來以為會聞到濃烈嘅腐臭味，可空氣入面淨係得陣潮濕嘅塵土氣息，半點屍滲味都冇。呢點令我覺得好奇怪，困咗一個活人20年，點會冇屍味？我企喺鐵櫃前面，心入面天人交戰，手裏面揸住老婆俾嘅鎖匙，對準鎖孔，可手震到點都對唔準。我深吸一口氣，閉上眼，再敲開，正準備開鎖嗰陣，耳邊忽然飄嚟一聲稚嫩嘅輕笑，嘻嘻，係細路女嘅笑聲，輕輕嘅，好短促，但清清楚楚。我猛咁擰轉頭，以為有人跟住我連聲呼喊，邊個出嚟？可地窖入面死寂一片，四圍揾過都睇唔到半個人影。我將電筒照向每個角落，淨係喺角落發現一具風乾咗嘅貓狗屍骸，皮毛都已經爛晒，得返一棚白骨。我重新行到鐵櫃前面，弓住發抖嘅手對準鎖孔，啱要轉動鎖匙嗰陣，櫃裏面突然爆發劇烈嘅撞擊聲，砰砰砰！
鐵皮被撞到變形，成個鐵櫃都跟住震動，灰塵四散飛揚，電筒直接跌咗落地，滾到牆角。我嚇到連連退後，背脊撞到身後嘅牆壁，跟住一個熟到唔使諗嘅女童聲由櫃入面清晰傳出嚟：爸爸，我等咗你好耐啦，捉迷藏夠鐘結束啦。嗰分明就係欣欣把聲。20年過去，我把聲竟然仲認得佢。我全身嘅血好似瞬間結冰，手腳冰凍，大腦一片空白。佢明明俾人困喺密封鐵櫃20年，就算唔餓死都一早化成枯骨，點可能仲生勾勾咁講嘢？櫃門俾人瘋狂拍打，鐵皮摩擦發出刺耳嘅聲響，此起彼伏，夾雜住細路冷厲嘅喊聲。開門，我唔玩捉迷藏啦，我要出去。爸爸，快啲開門！撞擊聲越嚟越猛烈，鐵皮開始向外凸起，砰衝下秒櫃門就會俾人撞碎。我鐵底頂唔順，連爬帶滾咁跑上石級，撲倒咗2次，膝頭都磨損晒，連跌喺地上面嘅鎖匙都唔敢執。我一路衝出地窖，冚翻水泥板，成個人癱喺地上，大口大口咁喘氣，心臟狂跳到就嚟爆開。月光照住我全身濕透，唔知係汗定係其他嘢。我連爬都唔想爬，就咁碌翻上車，佢是踩油一路狂飄翻成程車手都喺度震。後視鏡成晚都好似見到有黑影。跟住翻到屋企，我將地窖入面嘅怪事全部講俾老婆知。老婆聽完，面色雖然有啲白，卻半點都唔信。只當我膽小亂諗，為咗逃避埋骨特登編故仔。你都話自己飲咗酒先至翻去，肯定係飲大咗自己嚇自己。老婆語氣好重：你唔去我去。細路嘅事唔處理，個仔嘅婚事點算？我試圖攔住佢，可老婆性格一向強硬，決定咗嘅事冇人可以改變佢。佢連夜執咗啲嘢，攞埋後備鎖匙，一個人開車翻咗鄉下。嗰晚我一個人都唔敢玩燈，坐喺廳入面開住電視，可電視播咩？我完全睇唔入眼。我飲咗唔少白酒，想用酒精壓住恐懼，可走入喉嚟，嗰股寒意反而更重。腦海入面不斷旋轉一個疑問：櫃入面嗰個到底係咩？若果係活人，冇可能喺密封鐵櫃生存20年；若果係鬼魂，又點解會俾人困喺鐵櫃入面走唔到出嚟？我諗極都諗唔通。喺酒氣嘅作用下，終於頂唔順瞓着咗。可唔知瞓咗幾耐，我忽然俾人猛力搖醒，睜開眼，見到老婆企喺床邊，頭髮散亂，塊面滑滑到冇血色，全身忍唔住咁發抖，對眼入面係深入骨髓嘅恐龍。佢嘴唇發紫，講嘢都打晒結。我打開個口鐵櫃啦，欣欣就喺入面，佢跟我翻咗嚟屋企。我仲未反應得切，客廳房門已經緩緩推開，一個着住碎花連衣裙嘅細路女慢慢行入屋入面。佢嘅樣貌、身高、髮型，甚至身上着住嗰件當年老婆親手縫嘅碎花裙，都同20年前7歲嘅欣欣一模一樣。20年歲月冇喺佢身上留低半絲衰老痕跡，佢個樣就係20年前嘅模樣，圓圓嘅面大眼。鼻上面有幾粒淡淡嘅雀斑，頭髮中住2條小棉子，同當年離開鄉下嗰日一模一樣，連裙上面嘅小花圖案都仲係鮮暈嘅。我嚇到全身僵硬，連連退後，一句說話都講唔完整。欣欣卻一臉天真，完全冇戾氣，自己爬咗上梳化坐低，仲笑住同我招手，好似乜事都冇發生過咁。爸爸，你仲未認輸㗎？我匿埋咁耐，你都揾我唔到，今次輪到你匿埋啦。佢個樣笑得好開心，露出2排白白嘅牙齒，可嗰種笑容喺呢個環境入面睇落，更加令人毛骨悚然。老婆嚇到尖叫一聲，一手拉住我躲入睡房，砰一聲閂埋房門，仲要用背脊頂住2個人縮喺房入面，慌亂咁商量對策，心底滿係無解嘅恐慌。呢個到底係人定係滯留20年嘅冤魂？若果係人，佢點樣生存？若果係鬼，
點解佢會有實體，會行會走會燒？一旦報警，當年我哋遺棄親生女做假失蹤案嘅罪行就會公諸於世，到時唔單止分屍泡湯，成個家都會身敗名裂。我哋兩公婆仲要坐監，可放任佢留喺身邊，日夜相對。我哋又無時無刻唔活喺恐懼入面。老婆甚至肩起梳妝台上面嘅空剪，紅住眼話要將對方解決咗佢。我死命攬住佢，因為我心入面清楚，當年係我哋對唔住欣欣。如今佢返嚟，無論係人係鬼，我都唔可以再傷害佢。可心中嘅疑團始終解唔開。點解20年過去，佢嘅樣貌一啲都冇變過？就喺呢個時候，房門外面傳嚟欣欣輕輕嘅敲門聲，一下兩下三下，好有節奏。佢把聲軟軟糯糯咁問：爸爸媽媽，你哋做咩鎖住門啊？欣欣好驚，你哋出嚟陪我啦。嗰把聲響似當年佢仲係細路嗰陣，夜晚發噩夢嗌我哋嗰種語調。我同老婆對望一眼，兩個人都唔敢出聲。外面靜咗一陣，然後欣欣把聲又響起，今次低咗些少。你哋係咪唔要欣欣啦？就呢一句話好似針咁拮入我心口，我成個人軟晒，跪喺地下，眼淚唔受控制咁流落嚟。糾結咗好耐，我諗起之前喺屋企門口執到嘅一張私人偵探卡片。嗰張卡片係我喺郵箱入面發現嘅，本來想掉咗佢，可當時唔知點解留低咗卡片，上面寫住張偵探，專門處理各類離奇難解之事件。下面有個電話號碼，我當時只當係普通嘅宣傳單張，可而家諗翻起，或者係冥冥中嘅安排。我悄悄打咗電話過去，簡單講晒成件事嘅來龍去脈。電話嗰頭嘅男人聽完，沉默咗好幾秒，然後話：呢件事好古怪，你聽日帶個細路嚟我工作室，我幫你睇下。第二日我強裝平靜，同欣欣講要帶佢去見一位朋友，請佢食糖。細路即刻笑逐顏開，扒到我大髀上面，沙雕溫熱嘅觸感落喺皮膚上面，卻令我全身發動，因為嗰種溫度實在太真實，同真嘅細路一模一樣，完全唔似鬼魂嘅冰冷。張偵探係個後生嘅四眼仔，大約30歲出頭，住住一件格仔恤衫工作室，環境簡陋，得一張台、兩張凳同幾個書架。書架上面擺滿晒舊書同檔案夾。佢做事卻格外細心，見到我哋入嚟，先請欣欣坐低，仲親手沖咗杯甜奶茶俾佢，氹得好開心。然後佢坐喺欣欣對面，好耐心咁問佢：小朋友，你可唔可以話俾哥哥知，你記唔記得之前發生過咩事？欣欣啜住奶茶，歪住頭諗咗一陣，然後一五一十咁講翻當年嘅細節。嗰日我同爸爸玩捉迷藏，媽媽話有個好地方俾我匿埋，我就捐咗入一個櫃入面。跟住我聽到咔嚓一聲，之後點嗌都冇人應我，我好驚，喊咗好耐好耐，喊到冇眼淚。後嚟就瞓着咗，瞓醒之後媽媽嚟開門，我就跟住媽媽返屋企啦。佢講嘅時候語氣好平淡，冇怨恨亦冇激動，就好似講緊一件普通嘅事。可正係呢種平淡更加令人心寒。張偵探一邊聽一邊點頭，又問咗幾個細節，欣欣全部對答如流，時間地點人物完全對得上，冇任何破綻。隨後張偵探單獨拉我到一邊傾談，推一推眼鏡，面色認真。呢個細路好古怪，我問佢古怪喺邊，佢解釋話，若果佢真係鬼魂，應該會有陰氣，會令周圍變動，會令人不安。可你留意到冇？佢飲得熱奶茶會笑會跳，體溫正常，同一般細路冇分別。而且佢講嘅嘢全部同你哋嘅記憶吻合。一個7歲細路，就算係鬼，都唔應該記得咁清楚。佢停咗一停，然後講出一種離奇嘅猜測：世間存在時間流速錯亂嘅空間，地窖入面嗰口鐵櫃，可能就係咁。佢解釋話有啲地方因為磁場地理或者其他未知原因，
時間嘅流逝速度會同外界唔同，外界流走咗20年，櫃入面可能只過耗咗短短2、3日，所以欣欣先可以維持到當年細路嘅樣貌。佢仲由書架上面拎出一本世界未解之謎座，揭開其中一篇，講以前有荒島上面嘅人滯留20幾年，外貌完全冇衰老嘅記載。嚟佐證呢個猜想，我聽完半信半疑，可呢個解釋的確係目前最合理嘅一個。為咗驗證猜測，張偵探提議一齊返鄉下祖屋地窖做實驗，喺鐵櫃入面放龍竹同雪糕，靠龍竹燃燒速度同雪糕融化程度判斷空間時間有冇異常。同時佢建議我哋做親子鑑定，確認連細路嘅真實身份，因為樣貌可以騙人，血緣騙唔到。我顧慮婚事開支巨大，做親子鑑定又要花一筆錢，暫時就當置咗一行人。返到鄉下做完實驗之後返程，我哋將一支點住嘅能燭同一杯雪糕放咗入鐵櫃，閂埋櫃門鎖好，諗住過幾日再返去睇結果。返到屋企之後，欣欣黐住我話想洗頭，堅持要我親手幫手，唔肯俾老婆靠近我。見佢頭髮的確有啲油，就應承咗佢。我喺浴室開好暖水，換張矮凳，叫欣欣坐低，彎低腰將頭浸入洗頭盤入面，溫水濕潤佢嘅髮絲。我擠地咗啲洗頭水喺手心輕輕搓揉佢嘅頭皮，佢好享受咁合埋眼，細聲哼唱兒時童謠。蟲兒飛，黑黑的天空低垂，亮亮嘅繁星相隨。蟲兒飛，蟲兒飛，你在思念袋。嗰把聲細細嘅，遠遠嘅配合住溫暖嘅水汽，一切都好平靜，令我一時之間幾乎放下晒所有戒備。可佢突然問我：爸爸，點解你同媽媽咁耐都唔嚟搵我？你知唔知我好驚，嗰度好黑好凍，嗌極都冇人應。佢把聲好輕，可每個字都好似石頭咁砸落我心口。我窒咗一窒，唔知點答佢，繼續講。我喺櫃入面等咗好耐好耐，等到唔記得時間。我諗爸爸媽媽一定會嚟搵我嘅，一定係因為我匿得太好，你哋搵唔到。可係你哋一直都冇嚟。佢嘅聲音越講越低，帶住一種令人心碎嘅委屈。我聽得心頭煩躁，嗰種內疚同恐懼交匯嘅感覺令我好想逃。我加快動作搓佢嘅頭髮，想快啲結束呢個情景。就喺呢個時候，我大髀上面嘅細路突然異變。首先係佢嘅皮膚，由原本白皙光滑嘅細路，皮膚急速變成暗滑乾枯起劑，好似水分喺1秒之間被抽乾晒，皮肉變黑，緊緊貼住骨頭，眼窩慢慢凹陷落去，最後變成2個漆黑嘅空洞，嘴唇向後收縮，露出乾黃嘅牙齒。赫然之間，我大腿上面坐住嘅已經唔再係一個活渠可愛嘅細路女，而係一具風乾咗多年嘅骸骨。看似欣欣伸出枯瘦嘅手，死死揸住我嘅手臂，骨頭嘅觸感尖毒而冰冷，乾裂嘅嘴唇一張一合，發出絲麻嘅哭聲。爸爸，你知唔知我喺入面有幾驚？我嚇到失去理智，驚恐之下，一手將佢個頭溫落洗頭盤入面，盤入面嘅水花四浪，淋濕晒我。全身老婆聽到聲響，衝入房，見到我記住欣欣個頭浸喺水入面，瘋狂大喊：你做乜嘢啊？放手啊！我慌亂咁鬆開手，退後幾步，全身發抖。眼前嘅骸骨又變翻嗰個完好無缺嘅細路女，只係頭髮濕晒，塊面有啲皺白，眼裏面含住淚水，手臂上面仲俾我掹出一條鮮紅嘅血痕，血珠慢慢擠出嚟，一滴一滴跌落地傘上面。我望住嗰滴血，腦海入面一片混亂。若果佢係鬼魂，點會流得出溫熱嘅血？若果佢係活人，又點解會瞬間化成乾成屍？老婆心疼咁將欣欣攬入懷入面，用毛巾幫佢抹乾頭髮，又揾膠布幫佢黐住手臂上面嘅傷口。佢望向我就滿係責怪嘅眼神，唔使講都知佢諗緊咩。佢開始相信嗰個係真嘅欣欣，一個活生生嘅細路。
而我差啲殺咗佢。我望住牆上面塊鏡入面，欣欣捱喺老婆懷中，委屈咁流眼淚，個樣可都忌，好似一個普通嘅受驚細路。可我清楚記得啱啱嗰句腐爛乾屍別嘅樣，枯黑嘅皮肉，空洞嘅眼窩，沙嘅哭聲，嗰兩種畫面不斷喺腦海入面交瘁，分唔清邊樣真邊樣假。我開始懷疑自己嘅記憶，懷疑自己嘅眼睛，懷疑我嘅理智係咪已經開始崩潰。老婆同欣欣相擁嘅畫面喺鏡中影出嚟，溫馨而怪異，好似一個幸福家庭嘅剪影。可嗰個家庭嘅底層埋藏嘅係20年前嘅罪孽。故事到呢度就斷咗尾，留俾所有人無盡嘅猜想。地窖鐵櫃究竟真係時間停滯嘅異空間，定係欣欣隱忍20年，化作滿懷怨恨嘅厲鬼翻嚟復仇？佢身上嘅體溫流得出嘅鮮血，到底係人嘅證明，定係冤魂為咗報復而精心編畫嘅陷阱？呢對犯下滔天大錯嘅父母，最終又會迎嚟點樣嘅報應？或者最恐怖嘅唔係鬼魂，而係人心入面嗰份永遠唔敢面對嘅內疚同恐懼。當你以為可以將過去埋藏嘅時候，過去從來都冇離開過，只係喺暗處等緊。等你以為安全嘅時候，先至慢慢行出嚟捉迷藏，從來都未結束過。